个音节它包括了3个部分：声母、韵母、声调。也就是说，当我们听到一个声音、一个音节之后，我们要知道它的声母是什么，知道它的韵母是什么，知道它的声调是什么。这样子，我们就能够正确的把客语的拼音拼写出来。现在我们把客语能力认证中级及中高级认证的词汇参考资料翻开来，在前面就有客家语声母、韵母的对照表。客家语声母、韵母对照表，从编号1到编号28是声母的符号，从编号29开始是韵母的符号。我们可以配合着 CD 来聆听，比如说1、2、2、和、3、么。3声音，1、3声音 A、3声 C、啊、3声 O、3声6、然后所有的声母、然后韵母，然后你熟练。我们把所有的声母跟韵母来熟练。那么在作答的时候，依序填上声母、韵母以及声调。啊啊啊啊啊啊！以四天章来说，还有6个声调，只要正确的填入声母、韵母跟声调，就能够作答得分哦。音调声音，体类系填空题，用正确的含义语言评价出来。迄题题考古最辛苦的客家语语法文的题主 DMBA 词汇的前几页都有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好，我们看到了这2个汉字，客家话它怎么念呢？客家话要用很通哦，告差，告差。好，我们一个字一个字，一个音节一个音节的来给大家做一个解析。第一个字告，告。好，告的声母、韵母、声调各是什么呢？声母告，告是歌，歌，告的声母是歌，歌，告。那韵母是什么呢？歌，告，歌，告。声母是歌，韵母是那是高的还是低的呢？是高还是告？是低的，是告。所以我们在声调符号要做一个下降的符号。好，我们再念一次，告，歌，告，告，歌，告。你是不是已经可以慢慢的掌握客语的音韵，把音节里面的声母、韵母、声调解析出来了呢？接下来我们再看第2个字，听到是差，差。好，首先要知道它的声母是什么。声母是呲、差、差，声母是呲。那韵母呢？韵母要用什么呢？好，韵母用啊。那到底是擦还是擦呢？是擦还是擦呢？是不是擦？好，是低入的，低的，所以我们要加一个声调的符号，是撇下来的。所以我们再念一次，呲啊擦，声母呲，韵母啊，声调是低的，擦，呲啊擦。
接下来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如果看到这两个汉字，我们要怎么样把它正确的客语音标拼写出来呢？首先，我们要能够念出这两个字，这两个字要怎么念？不会念就没有办法写得出来，念出来是什么声音，注出来就是什么音标，所以如果念错了，自然也就会注错喽。好，这两个字叫做度样，度样。好，我们一个字一个字来做一个练习。度，度，你想想看，度这个音节，它的声母是什么呢？韵母是什么？声调是什么？正确的一个一个写出来，就得分喽。度的声母是的，要加一个韵母，韵母要加什么才能变成度呢？的物度，的物度，声调嘟读读度度往下的，所以是度样的度，就是这样子来做一个拼写。接下来第二个字，样，样，样的声母是什么呢？韵母是什么？声调是什么？我们一个一个做一个解读。样比较特别，它是没有声母的，就是零声母，零声母。它的韵母是央，央，呀，阳，阳，样，样，所以声调是样。那它整个的拼写，声母的部分是空白，是零声母，韵母是样。好，整题要怎么样来拼写呢？度样，度的物度样，样，度样，度样，是不是觉得没有那么难了呢？大家加油哦！各位朋友，大家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客语能力认证中高级考试笔试题型音标测验的第二种题型选择题。选择题题目会给我们一组客语汉字词汇，然后有3个客语拼音的选项，我们要选出正确的客语拼音。方法有2种，第一种叫直接拼写比对法。题目我们会念，把它拼写出来。这是串嘎，串嘎，串嘎要怎么拼写呢？串嘎，声母 s， 韵母串嘎，嘎哥啊嘎，串嘎，直接拼写完之后做一个比对。答案选择的是2号，串嘎，串嘎，这是第一种方式，直接把这个题目的词汇，我们把它拼写出来，就像上面的填充题一样，把它拼写出来，然后跟选项做一个比对。接下来第2种作答的方式叫做个别拼读比对法，就是把选项中的每一组的拼音把它拼读出来。第一个是草嘎，草嘎，吃哦草，哥啊嘎，草嘎。第2组是草嘎，吃哦草，哥啊嘎，草嘎。第3组是抽叉，吃哦抽，恰恰，抽叉。那第3个选项